仔日是登记参选的头一天，虽然农民力写讲今仔日无算是好日啦，也毋过全台湾各地不管是北中南，拢有议员的参选人，大阵头、大阵人，佮邀请到党内的大咖坐镇去登记。有的大声来喊口号，有的摕手棒，有的举旗仔斗声势，各队的人马拢真认真咧营造团结的气势。杨志东、张伟仁、年底选举开放登记的头一天，国民党青年军队邀請到黨內大咖江啟臣、趙少康、郝龍斌等人前來坐鎮。加油！台北！加油！在國民黨成領表了後，民進黨永延會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嘛，伫老大哥黃朝陽的帶隊之下聯合登記，無哪力攏要營造團結的氣勢。是講在大家無用登記的同時，場外卻有出現示威的情形。一个挂民众党嘴暗的查甫人，喊甲大细声，讲原定无要互伊登记，不过真紧就被请离开现场啊，变成是一段登记的小插曲。第10届哈，人生给我一个10全10美，完全一个我人生一个完美的这个阶段。镜头来看中台湾挑战10连败，无党一个苗栗县议员林宝珠，嘛是透早就抢头香去登记。伊连任9届，大家登记拢是抢头一人。听过饭，卖萌全来打。苏南苏丁高雄的卖名连续嘛，发挥连台湾的热情甲活力。这位历赢议员参选人，若是有布条是举看板，哪行哪喊口号，全台湾无论哪力北各阵营，拢用十足的气势宣示要进入议会决心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